至於對於嗰一班趁火打劫嘅中國詐騙犯呢，真係一個都嫌多啊！好心你揾食啊，死遠啲啦！點解全世界咁多人都會對中國人有負面標籤啊？你睇下今次一場嘅災害，一班咁嘅中國詐騙犯咪知道啦，不知所謂啫。喐下大象，咁相信大家都知道，自從大埔嘅火災發生之後啊，咁接二連三發生各種嘅問題，咁較早之前呢都有簡單咁嘅整合咗嘅，咁有興趣嘅觀眾係可以自行睇翻 ，OK？咁話說晒最近，咁我收到好多觀眾爆料同我講啊，就係喺一場嘅災難裏邊咧，咁啊居然出現有好多嘅詐騙犯喎，大佬。唔係啩？我初時咧都係半信半疑嘅啫，即係心諗，喂唔係啊嘛？呢一個嘅時候都有詐騙犯出嚟揾食，即係唔係撲街成咁啊嘛？咁啊，直至尋日，咁我喺網上面開始發現，有各大嘅媒體真係有報道，有好多嘅詐騙犯喺度趁火打劫啊！咁而我就好好奇上網睇下，啊到底一班咁嘅詐騙犯係邊一度嚟嘅咧？點知唔睇又知可，一睇啊！遙遙領先，我們繼續領先，領先共超過。又係你個撲街！咁所以今日就多簡單同大家整合一下一班騙徒嘅詐騙手段，等你哋可以注意多啲，就唔好咁容易上當。同埋最後啊，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分享啲個人睇法嘅 ，OK？咁自從大埔發生火災之後，就令到成個嘅香港社會啊都陷入恐慌同埋傷痛之中。無論係香港市民、藝人、企業都紛紛走出嚟捐錢去支援受影響嘅災民。咁而就喺一個嘅時候，最近就開始有越來越多嘅詐騙犯乘虛而入，利用香港人嘅善心去發災難財。咁騙徒嘅手法可以話係五花八門。咁我話上網求其整合一下，都整合咗大約有定個肺啊，都有成8單唔同類型嘅詐騙啊！你話死唔死啊？咁當中係包括第一就係假扮政府嘅機構同你確認你已經捐咗錢。最近就越來越多香港市民啊，都收到 SMS 咁嘅顯示，你已經向紅十字基金為雲福苑災民捐款5000萬。咁喺裏邊咧就有一個24小時專線嘅電話號碼，而當你打過去嘅時候咧，對方居然係講普通話，然後同你講話哦，可能是你看新聞的時候不小心按了一些捐款的鏈接啊。咁一旦你要求退款嘅話咧，咁佢就會引導你去到一個假嘅網站嗰度，然後要求你填一啲個人嘅資料、銀行嘅資料，而去到最後啊，你嗰啲資料就俾佢攞走晒噶啦。咁第二就係假冒社福機構嘅網站。咁根據報道指出，就有詐騙犯係會建立新嘅網站，然後就會將某一啲社福機構嘅網站佢嘅外觀、logo、用色、用字都 copy and paste 落去佢新嘅網站嗰度。咁然後佢哋就會以雲福苑火災支援基金嘅名義公開募捐。咁當有香港市民撳咗佢進行捐款嘅時候咧，除咗係俾人呃咗嗰嚿錢之外啊，更加重要嘅就係連嗰啲信用卡嘅資料啊都俾人盜竊埋啊。咁最後根據報道指出，目前香港警方就已經係拘捕咗一名27歲雙程證嘅中國籍女子，就確定佢係一個假網站嘅持有人啊。到第三就係假扮災民喺網上面扮慘，然後要求人哋捐款。咁最近就越來越多香港網民發現喺各大嘅社交平台上面，就嚟係 IG、Facebook 又或者 Thread 都見到有好多人自稱係雲福苑嘅住戶啊，佢阿爸佢阿媽喺火災入邊離開咗，喺家屋企燒晒，甚至乎仲收到一啲來歷不明嘅 message， 就講到話佢係災民啊，需要人哋幫助，即係希望大家可以捐款等等等等。咁最終根據報道指出啊，咁真係有4位嘅香港善長人翁咧，就因為一種假災民嘅信息而受騙，合共就捐咗成25,500蚊。咁而事後亦都有人感覺受騙啊，就即刻報警處理。最後咧，咁警方就拘捕咗一名32歲嘅男子。咁第四就假扮義工，偽造災民登記表，攞走晒人哋嘅個人資料。What the hell？ 我受夠啦！咁根據現場嘅災民就爆料講到，有一啲人就喺度混水摸魚，混入去即係現場附近嘅環境，以及係啲物資站嗰度拎住雲福苑災民登記表，睇落就好似係正正常常咁樣，然後就遞俾嗰啲災民，要求佢哋填寫個人資料，仲講到話即係其實係為咗佢哋好嘅咋，即係攞咗啲個人資料咧係可以用嚟申請政府嘅資助啊、補貼啊。但係實際上咧就只不過係攞咗人哋嗰啲資料去做詐騙㗎咋，好你個街啊真係。到第五就假扮中國政府以及係公安機關嘅人員打電話向你勒索。咁最近就好多嘅香港網民都紛紛表示自己係收到一啲中國嘅電話，然後對方係聲稱話係一啲中國政府機關嘅人員，咁指控佢涉嫌散播大埔火災嘅謠言，就要佢賠錢喎。咁係咪真係老笠啊？係。第六就係連捐款嘅 QR code 咧都係有假嘅。咁就喺早排網上面就出現好多來歷不明嘅捐款 QR code，咁然後就話要你去捐錢，即係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埔嘅災民。咁嘅時候就香港冇人發現啦，當你 scan 咗一啲假嘅 QR code 之後咧，咁佢就會要求你去輸入一啲個人嘅資料、銀行嘅資料，而當你真係入咗嘅話咧，就俾班騙徒攞走晒噶啦。到第七就係假冒公眾人物去進行募捐。咁有一啲詐騙犯就會利用公眾人物嘅相片又或者影片，再透過 AI 去生成一啲虛假嘅
資訊，就要求大家去捐款，而且佢哋仲會建立一個同嗰位公眾人物極度相似嘅帳號名，然後再用一個山寨嘅帳號進行呼籲，再附上捐款連結，咁希望大家能夠為災民即時捐款。只不過一啲所謂嘅捐款連結呢，就係嗰班詐騙犯嘅銀行戶口嚟噶。到最後第八就假冒一啲上過電視係受訪嘅嗰班災民嚟到去進行募捐。咁早幾日網上面就流傳出一段影片，咁就係有一位真正嘅災民范小姐呢，咁受訪表示即係自己一夜之間就冇咗間屋，咁而且仲係單親媽媽嚟嘅，就覺得好委屈好心痛。咁嘅時候就詐騙犯啊睇中今次一個機會，就冒認范小姐喺網上面進行募捐。慶幸嘅就係范小姐亦都係即刻出咗個 post 嚟作出澄清，就係話佢自己係從來冇喺網上平台嗰度要求大家俾錢佢，仲呼籲咁多位熱心嘅香港市民就唔好咁容易受騙。OK。首先睇我新聞嘅就係咁，最近由於有越來越多一啲咁嘅詐騙案件啊，咁希望即係咁多位香港人喺捐款之前呢，都真係要三思，到底係咪有官方嘅認證，係啲乜嘢機構組織，會唔會要你嘅個人資料呢？再唔係啦，如果你話你真係唔識分嘅話呢，都可以去揾身邊嘅家人又或者朋友去一齊商量下，到底一個嘅捐款係真定係假呢？咁始終近一個星期啊，受到大埔火災影響底下呢，都會有好多人係會同情心泛濫，從而放下戒心，咁就令到嗰班詐騙犯有機可乘。尤其是長者啊，大家真係要好好睇住啊！即係就好似我阿媽咁樣，佢真係好容易咁樣俾人呃㗎，唔係講笑。你唔好以為一啲騙徒真係呃唔到人啊！即係可能喺我哋嘅角度，咁我哋當然覺得係戇鳩啦。咁之但係如果係其他群體，例如係長者或者小朋友嘅話咧，即係佢哋個警覺性冇咁高嘅話，就好容易受騙㗎啦。咁第二我想回應嘅就係，即係點解一場嘅災難之後啊，會接二連三發生咁多嘅詐騙嘅咧？咁除咗係嗰班詐騙犯趁火打劫想發災難財之外啊，更加重要嘅就係香港政府嘅應變能力真係好鳩屎啊！係啊，你冇聽錯啊，真係好鳩屎啊！咁雖然香港警方呢，事後係有即刻出 post 去提醒大家一啲咁嘅詐騙事件，但係你都可以見到一啲咁嘅詐騙問題都依然繼續出現，仲有好多嘅人啊受到一種詐騙嘅騷擾。咁到底點解會出現一種嘅情況嘅呢？嗱，我個人認為係由於幾個影響因素，一嚟就原來香港政府啊係冇一個好完善嘅系統性防止詐騙嘅措施，咁任由嗰班詐騙犯趁火打劫，而佢哋要事後啊先後知後覺咁樣作出應對啊。二嚟有機會係因為香港政府佢嘅公信力又或者係市民嘅滿意度實在太低，咁所以即使有官方嘅提醒啊，都引起唔到大家嘅關注，而最後啊就搞到一啲防詐騙嘅資訊就冇辦法傳達到去市民嗰一度啊。以及三嚟，即係其實我剛才所講嘅嗰啲咧，都係可以事後去彌補翻嘅，就例如係加強防詐騙嘅宣傳，就令到所有嘅香港市民都提高警覺，一啲用錢就解決到啦，係嘛？咁但係香港政府咧，不但止冇咁做，咁而且仲要喺一個時候啊打鑼打鼓咁樣用國安法將提出解決問題嘅人拘捕啊！喂，大佬啊，真係，即係你咁樣做，除咗係進一步增加市民對政府嘅反感之外，最大嘅問題啊，係會令到成個社會將個焦點放咗喺國安法亂咁拉人嗰度，而唔係防止詐騙犯嗰度啊！咁所以咪有好多嘅市民唔知頭唔知道咁樣俾人呃咗啦！唉，即係咁撚蠢嘅政府真係頭一次見啊！咁最後第三個想回應嘅就係，根據上述所有嘅詐騙案件啊，咁你都會發現一個共通點，就係裏邊大部分嘅詐騙犯啊，都係同中國大陸有關嘅。你話死唔死啊？撲你個周界！你又冇喺度話我屈咩中國人啊？你自己都見到啦，嗰啲咁嘅詐騙犯唔係講普通話啦，就係嗰啲大陸電話嚟嘅。撲你個街啊！真係你班咁嘅世界騰湖玩完未呀？好似你話一兩個都算啦。咁但係依家事實擺在眼前，真係有好多嘅詐騙犯用中國大陸嘅電話號碼，又或者講普通話，趁火打劫呃人錢。咁我真係好想問一個，唔係你哋中國人嘅問題係乜嘢問題啊？又唔叫我收到中東嘅電話、印度啊、墨西哥啊、俄羅斯嗰啲電話。咁所以單單從呢一件事啊，亦都係可以反映出，一嚟就係你哋香港警察早幾年先去吹到話咩電話實名登記係可以打擊詐騙犯喎，你打條毛咩？依家啲詐騙犯仲越嚟越猖狂啊，仲話打擊詐騙犯喎，打人嘅飛機有佢份。咁二嚟啦，就正如我以往拍嘅嗰條柬埔寨電信詐騙園區嘅嗰一段影片所講，即係其實講到詐騙啊，又使鬼講到柬埔寨咁遠咩？香港隔離咪有個大型電信詐騙園區咯。咦話？咁啊，高最好先諗一件事啦，咁希望能夠提醒咁多位香港人啦，即係我明我都知道大家真係好緊張，好想去幫助嗰一啲受影響嘅災民，但係幫還幫都唔好話因為一件事而放低咗個戒備心，咁樣亂咁幫人，從而俾嗰班咁嘅騙徒有機可乘。今日我發人咧就均真嘅，咁呢一件事我的而且確見到都有一班中國大陸嘅人有幫手有捐款，即係對於一啲真正有幫手嘅中國人咧，無論你哋啲乜嘢立場都好啊，我都係會衷心感謝你哋嘅。咁你至於對於嗰
話扮趁火打劫嘅中國詐騙犯咧，真係一個都嫌多啊！好心你揾食啊，死遠啲啦！點解全世界咁多人都會對中國人有負面標籤啊？你睇下今次一場嘅災害，一班咁嘅中國詐騙犯咪知道啦，不知所謂真係。咁我最後啦，今次睇到一件事點睇咧？咁有眾觀眾亦不妨喺下面分享啦。咁多謝各位追完未咧，新聞出嚟啦 ，subscribe 咗冇位嘅球中站排在新聞搶先收睇，拜拜。小兵，哎呦呦呦，喂，咁嘅樣嘅你，乖呢你呢？快啲叫人拉咗個黐線佬！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链接，一起来投稿吧。